屬馬嘅朋友咧，今年係你哋咧犯太歲嘅本命年。咁點樣叫犯太歲嘅本命年咧？就係你嘅年支嘅生肖就係午啦，咁就同你自己本身屬馬嘅午咧係相同嘅。咁如果我哋成日都講咧午呢個咧喺八字上面咧就係字形嘅，代表咧喺一啲星斗裏邊咧你有字形星，代表係唔好嘅一個情況。字形係咩咧？就係自找麻煩，自己咧會成日咧自相矛盾。咁所以屬馬嘅朋友咧，今年咧可能好想去改變，但係又怕去改變。尤其是咧而家呢個市道咧，即係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可能24歲嘅小朋友可能畢咗業冇耐，想轉工，但係又驚驚地，市道唔好，究竟轉唔轉工好咧？可能36歲嘅朋友又可能考慮置業，但係諗下啦，而家究竟係咪摸頂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咧？所以有時會有自相矛盾嘅情況。不過始終咧係你嘅本命年，同時咧佢有兩粒好得意嘅星，叫做歲駕星。歲駕星同太歲星咧係相對，即係話都係代表今年係午嘅年份。所以如果歲駕星當然梗係威啦，係咪啊？即係話你自己本身就係太歲等於咗嗰樣嘢。但係唔好嘅話咧，就係有啲人話太歲當頭撞，無喜咧就有禍。咁有啲人就話一喜可以擋三災嘅。所以屬馬嘅朋友咧，如果譬如你24歲嘅話，你啱啱大學畢業，可能出嚟做嘢冇耐，可能買啲嘢獎勵下自己，對自己嚟講開心啲都係好嘅。咁當然啦，你話36歲嘅朋友，梗係適宜就結婚生仔啦，係咪？即係可以甚至乎同一年裏邊共嘢一路啊，梗係好啦。咁60歲嘅朋友今年就適宜做下啲呢。我哋成日都講到啦，犯本命年做咩啊？做下大手啦，因為已經難得係咪行咗一個甲子，咁你做大手嘅話呢，相對地都能夠咧解決一啲咧即係唔好嘅一啲問題。咁有啲朋友都會問啦，師傅係咪犯太歲？你成日都會鼓勵人哋好似其他師傅咁講，可能洗下牙做下其他嘢，其實唔一定嘅。咁我哋即係師傅成日都話有一套我自己啦創製嘅一套即係法門啦咁樣。有時我都話，如果犯太歲咧，最好係咩咧？就係破身。咁有啲朋友都會問啦，除咗捐血可以破身之外，其實仲有咩咧？咁其實我哋中國咧有5000年文化博大精深，其實你可以咧去做針灸，譬如中醫上面。針灸咧就係因為佢有機會咧又俾五金破身都有。咁當然啦，你話咁我哋每年即係每個月去即係每幾個月去捐一次血得唔得咧？當然都得。咁你問我咧，如果我自己覺得洗牙嗰個力量就冇咁大嘅。不過即係你譬如話做下針灸啊，係咪捐下血啊？呢啲咧都係行善積德或者做一啲保健嘅嘢咧，對於咧屬馬嘅朋友嚟講都會係好嘅。不過記住啦，雖然咧你屬馬，但係千祈唔好諗住話我走走趯趯周圍走會好啲。因為屬馬嘅朋友成日都適宜向外走、向外發展係阻唔定嘅。不過出年咧最好就係咩啊？持盈保泰啦，即係話保住現有嘅狀況已經係好好噶啦。因為犯本命年通常咧都會比較動盪而不安啲嘅。只要你 keep 住保持翻係穩定發展，相對係會好啲嘅。